一個咧就一邊睇好啦，另外一個咧就矛盾式嗌熱，兩個地產龍頭嘅立場咧係完全拉鋸嘅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優專地產一周新聞回顧，我係 C 朗。我哋優專呢個 channel 咧，啱啱開咗冇耐嘅啫，主要係同大家分享一啲地產嘅資訊，同埋關於一啲樓盤嘅介紹嘅。希望今次第一次同大家講新聞，你哋可以高抬貴手。如果中意嘅話，可以喺我哋下邊度留言，隨時同我哋聯絡都 OK 噶。咁好啦，我哋今日講嘅第一件新聞咧，就係呢一個禮拜地產界最頂層嘅大佬啲風向講出嚟嘅有啲衝突。首先出場嘅係我哋市場大好友美聯集團主席王建業，佢話受惠於北水強勁湧入，王老闆極度睇好後市，預測全年呢個成交量會大升，樓價亦都會高咗15%。但係喺另外一邊廂呢，見慣大風大浪嘅中原地產老闆施永青先生，佢就話近日面對北水湧入呢，佢見到嘅係樓市並唔健康。我呼籲大莊家即係發展商佢哋啦，售新盤嘅時候呢，定價要克制。多啲照顧用家，可以避免政府嘅重手干預咁樣講。我哋見到啦，施老闆咧一邊咧就話個市場偏熱，叫啲人克制，但係佢自己嘅中原研究部講話維持全年樓市升20%呢一個預測。咁呢個咧佢一邊話市場嘅熱度要克制，一邊就話自己繼續睇升呢一件矛盾咧，正正就反映咗其實而家啲代理行咧係咪驚政府出手，但佢哋咧又自己想促成成交。咁呢一個情況係有啲微妙嘅，咁一個咧就一邊睇好啦，另外一個咧就矛盾式嗌熱，兩個地產龍頭嘅立場咧係完全拉鋸嘅。睇完地產代理嗰邊咧，我哋就睇下可以掌握一手定價權嘅發展商佢哋點講咯。恒基地產主席李嘉誠喺業績會表明，預測今年整體嘅樓市咧係升5至10%。好啦，咁精明嘅觀眾，我同大家發現到一件事啦，一個數學嘅矛盾就出現咗。嗱，根據最新嘅 CCL 指數咧，2026年上半年嘅樓價咧係升咗9%，差唔多1成嘅。咁我哋用小學數學同佢計一計啦。如果上半年已經自發性咁升咗1成，咁最大莊家恒基老闆預測全年嘅升幅淨係得5至10% 嘅話咧，呢個數學嘅推論係咪代表住發展商精算嘅計數裏邊咧，下半年嘅樓價咧其實係咪已經冇晒水位咧？自己係咪準備啊，或者係已經喺高位接緊上半年嘅火棒㗎啦？大好友叫你追入，淡友咧就叫你小心政府出手喎。大莊家話全年升幅可能就見頂，呢啲咧眾說紛紜嘅大撕裂咧，我哋叫大撕裂啦。呢啲嘅情況之下咧，你覺得下半年咧仲有冇機會可以衝咧？咁我想你同我哋分享一下，究竟你嘅諗法係咩嘅？你睇完呢啲數字咧，如果開始擔心層樓或者手上嘅物業咧係接火棒嘅話咧，就歡迎 PM 我哋咧就用數據去同你哋睇翻你哋嘅資產而家嘅狀態係點樣，睇下有冇方法可以去做除錯。希望今日嘅新聞速遞咧叫做幫到你哋啦。我係 C 朗，下集見，拜拜。